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01人類觀察研究所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月山女王。呢度係一個關於觀察人性嘅遊樂園，我誠邀你加入成為會員，或者透過 PayMe、Super Thanks 或者轉數快去支持我。你持續嘅支持可以成為我嘅一種推動力，等我做更加多有營養、有趣味、有意義嘅片俾大家。仲有最好支持埋我嘅副頻道月山精靈，可以嘅話你就記得 like 晒所有我片，撳鐘仔，咁你就可以知道我幾時有新片噶啦。好啦，依家去片啦。呢個咧係2025年10月22日星期三晚上。嗱，呢一條片咧，當然要講下，我都唔係咁中意嘅一個人喎，張敬軒。哎呀，軒公依家唔中意俾人叫軒公喎。究竟佢發生咗咩事啊？唔係佢之前好中意俾人叫軒公嘅咩？佢賣嗰個廣告都係食佢嗰個食字嘅喎，軒公係咪？好啦，咩事咧？張敬軒直播被指棉女針啊，拋呢個棉女針言論，笑住咁樣玩針對，結果咧，方健儀機智妙語回敬啊，就俾人讚佢高 EQ。嗱，根據呢個 UHK 講生活報導咧，其實琴日我已經立到噶啦。嗱，近年咧俾人哋尊稱啊，佢做軒公嘅張敬軒，今年都有不少嘅風波。繼續咧就同網民開戰，例如啦，軒咩軒嘅菠蘿包事件之後咧，喂，佢係咪真係人氣跌咗好多？佢做乜係咁自己炒流量喎？似乎近日咧再有軒公稱號嘅言論風波。嗱，日前咧佢就出席咗一個商場活動，喺社交平台開直播喎，自己係啦，哎呀嫌人哋叫個軒公，哎呀話有啲悶喎呢個稱號，咁點解俾人叫咗咁耐，依家又忽然間話悶啊？好啦，搞到活動啊，嗰個司儀啊，即係負責嗰個活動嘅司儀方健儀咧，就公開咧喺佢嗰度留言咧，同佢 say sorry 喎。哇，咩事咧？張敬軒喺直播中拋出嘅一番言論，結果咧真係引火示範啦，俾網民就解讀為佢棉女針啊嘅一種語言藝術嘅典範。哎呀，真係究竟係讚佢定彈佢啊？嗱，當日活動咧就其實係資深新聞主播，即係前大台啊新聞主播方健儀姐姐咧就擔任司儀。方健儀介紹佢出場就叫佢做軒公，隆重咁樣歡迎佢，咁好正常啫，不嬲人人都叫佢軒公噶啦。誰知呢個活動過後啊，咁啊張敬軒自己喺自己係咪 Instagram 直播？嗱，睇翻個資料咧都有4500幾人咧睇佢直播嘅喎。咁直播中咧就提翻呢件事，嗱，佢半開玩笑嘅語氣就同佢哋粉絲呻喎。唉，不如大家提議下啦，點樣搣甩軒公呢個名啦？嗱，我今晚喺台度俾阿 Kina 阿方健儀小姐嗌軒公，嗌到我突然間有啲悶喎，即係好似咧，即係你會感覺到佢針對方健儀啦，係咪先？咁其實唔係淨係佢叫佢做軒公嘅喎，點解會咁樣講嘅咧？直播內容曝光之後，意外引發一場網絡風波。事主即係呢個啦，主角啦，事件嘅主角方健儀咧，即刻就展現佢嘅專業，喺佢相關嘅貼文下邊留言致歉，表示自己作為司儀疏忽咗，而且幽默咁樣話經一事菜一子，嚟到自嘲同埋化解呢個尷尬。嗱，佢係 exact wording 係咩咧？阿 Kina 方就話。其實我有疏忽，做司儀理應確保嘉賓中唔中意俾人叫呢個外號，經一事菜一子，抱歉。話方健儀係咁叫佢做軒公，聽到悶喎，O 晒嘴，即係有網民就梗係咁講啦。咁好啦，有啲網民呢件事你會係睇得出，究竟張敬軒嘅人氣究竟係真係咁好啊，定係咁高啊？係咪真係咁受歡迎，定係佢真係做嘢自己 over 咗？依家開始有人唔中意佢咧？繼之前菠蘿包事件同埋其他事件，事件經過發酵，結果咧有唔少批評張敬軒喺直播中同方健儀嘅後續互動咧，就話佢係棉女針嘅一種語言藝術。其實當時方健儀已經進入咗直播間，張敬軒咧隨即輕鬆咁隨口就拋出一個帶有心意嘅要求，佢先開玩笑話。方健儀咧聲線低沉，好似男仔喎。咁究竟呢個係讚佢定踩佢啊？大家自己可以解讀。接住仲要求佢講，哎，我想聽你親口講返啊，
講翻一句，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啊，嗱，我即刻即係我依家咁嘅事後睇翻，好似佢係玩佢喎，我都有咁嘅感覺喎。結果依番言論咧，引起網民咧讀心神探式嘅解讀啊！好多人都中意研究人性同埋心理解讀喎。依家有網民就話佢呢個舉動好明顯係一個棉裏針嘅語言藝術，句句笑住咁啊，實質咧意有所指。網民就分析，既然方健儀已經離職咗無線，喂好多年啦，真係你要求佢重提自己無線記者嘅舊身份，係咪側面提醒佢？如果有人不斷用你已經唔再中意或者唔再適用嘅舊身份稱呼你，係咪例如軒公呢？你又有咩感想啊？有網民甚至直言佢嘅行為係雙重標準、陰陽怪氣喎，點解又會變咗陰陽怪氣呢？有網民甚至解讀喎，面對張敬軒呢啲咁嘅棉裏針嘅言論同埋咁嘅公開要求，方健儀就以極高 EQ 同大方態度應對。隨後佢喺 IG 發文回覆，話回憶兩人多年來遠觀而不能近望嘅緣分，提到張敬軒曾笑言佢報新聞搞笑喎。咦？呢個似乎有啲特別喎。嗱，佢 exactly 係講乜嘢呢？咁方健儀嗰個 po 咧就係話，10幾年前我做記者年代，有新聞部同事同我講，我今日見到張敬軒，佢話你報新聞好搞笑喎。咁我暗地覺得，即係方健儀啊，我暗地覺得你都搞笑喎，期待有朝一日可以會一會你。10幾年間，總有啲同場機會，但只能夠遠觀而不能近望，亦只能一直互相關注。你哋即係大家啦，我哋嘅社交平台見到你喺我嘅 post 留言，我超開心喎。10年後呢一日，我終於有機會同台。當日台上大家一句終於見面啦，好似一見如故咁拖手仔。謝謝你夜晚開 live 時同我交流，希望有朝一日還你心願，用好 man 嘅嘅腔調同你親口講聲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道。咁即係笑啊，似乎係笑嘅 emoji。對於張敬軒嘅心願，佢咁樣講都係幾巧妙啊。網民就讚佢呢一句說話句句擲地有聲。不單幽默回應咗張敬軒關於佢男人聲嘅玩笑，同時亦都展現咗作為資深主持人嘅專業素養同埋氣量。呢一鋪就輸咗啦。有人網民對於張敬軒嘅行為意見兩極，有人就批評佢：你既然咁不滿啊，你就唔好喺自己嘅節目軒公敲碗同埋廣告中繼續用呢個稱號啦。係咪？亦都有人認為，佢開玩笑啫，唔需要過度解讀。不過，方健儀專業同機智反而成為焦點，意外廣受好評啊！即係佢幫人抬咗轎喎，阿軒公。好啦，張敬軒就話：真網友見面正啊喂！即係佢出個 po 啊，就係攞咗係咪攞咗佢嗰個相定點啊？唔知啦，總之佢就話我哋終於都有張合照，就佢同阿 Kina 合照，做咗網友咁多年，終於一齊做嘢啦。下次有機會要再影相我冇成身大汗嘅 selfie，咁係咪暗示即係啲相影得佢唔靚呢？好啦，以前成日都喺新聞見到你嘅日子，我中意你沉穩同專業，直到你離開主播崗位，又見到更加立體同埋風趣幽默嘅你，我一路都有一個感覺，就係我喺電視城見到新聞主播同見到歌星影星嘅感覺係一樣喎。我今晚見到你都係呢種感覺啦。咁呢個 po 又似乎唔係踩佢，咁會唔會真係佢只不過係純粹搞笑幽默就俾人解讀咗佢係棉裏針咧？咁樣真係唔知。嗱，我自己個人就認為佢係有機會係為咗炒流量嘅，因為有咩嘢緊要得個流量咧？係咪先？但依家方健儀都好即係有啲智慧啦，當然同佢接招啦。同埋仲要 say 晒 sorry 喎。感覺就似乎依家係方健儀就1-0，張敬軒似乎就樣衰咗少少啊。其實呢個佢即係點樣講呢？佢話自己覺得悶啊，叫軒公悶呢樣嘢，其實佢係可以表達嘅，但係佢拉埋方健儀話佢叫佢嘅時候，咁你就
的確會令人覺得佢係針對方健儀行，咁事實可能唔係嘅啊。但係無論點啊，呢個係一個少少嘅關公，我自己覺得嚇。咁啊，因為你搞到方健儀要自己即係道歉啊嚇，say 晒 sorry 咁的確即係啲人會即刻企咗喺阿方健儀嗰邊噶嘛嚇。咁而且講真，軒公呢個説話即係呢個稱號啊，説到底都係你真係你自己好多嘢都係咁樣叫喎。咁而且咧，方健儀啊係你嘅長輩嚟嘅喎，阿軒公，咁你會唔會有啲唔係咁好啊？會唔會即係咁樣啊？利用阿姐姐抽咗一次水，即係炒呢個流量咧，就唔係咁光彩啦。我自己覺得嚇，哎呀，同埋佢真係唔叫你軒公，叫你咩啫？有啲人好笑，咁有啲網民都好幽默噶嘛。哎，唔好叫軒公啦，叫軒公主啦，軒公主就啱晒你啊嘛。咁亦都有人話係啦，唔好再叫佢做軒公啦，叫佢做方丈啱啲，咁小氣啊嘛，即係得罪咗你個方丈啊，真係係啦。張敬軒其實近年喺樂壇就升咗上神級位置，所以俾人叫軒公呢個係好正常嘅，因為你有翻咁上下老資格啦嘛。咁啊 ，anyway， 方健儀呢一單嘢咧就成功為自己增加咗人氣，同埋睇得出啊佢嘅地位，即係化解咗呢一個麻煩友帶俾佢嘅麻煩，係啦。相信咧下次如果再有呢啲即係想借佢嚟炒流量就唔係咁易啊。知道方健儀咧都係一個唔係省油嘅燈，唔知大家有咩睇法？我就覺得呢個軒公係好麻煩，我都唔係好中意睇佢。講住咁多。如果你想知道我寫過啲乜嘢，或者你中意睇小說嘅話，你可以上去 Google Play Store 或者 Apple Books search 黃月山，你就知道我有3本小說噶。或者可以去到 redmoor.com 免費登記之後揾我嘅小說嚟睇下。當然啦，歡迎你透過掃畫面上面嘅 QR Code 或者轉數快等等去持續支持我。你嘅支持係我嘅一種推動力。下次第2條片再見啦。